以前有一个访问问我说，如果你要跟10年前的你讲什么？然后一开始我只是想搞笑，可是后来我就哭了。我说我又想哭了。我说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说不要担心，有一天你会很漂亮。我天哪，你那时候压力是多大？对，我就说你可能不知道你很漂亮，但有一天你会变得很漂亮。你那时候年纪太太小了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太早出来工作的。最近卫生纸买不到，不要浪费卫生纸，用抹布擦就好。谢谢。我太心疼很多女孩子不知道自己很漂亮。对，我看到她们就一直在减肥，或者是一直在做雷射，一直在打东西，我都会觉得，就是我觉得刚刚嘉义讲的很好，关键是你真的知道自己、了解自己的时候，知道你的优点跟缺点。对，你会出现一个稳稳的气场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也要去接受那是你的一部分，接受你的各个面向。你比较明亮的时候，或是你比较阴暗的角落，你要去拥抱。还有我刚刚想到是，我觉得这个工作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压力，或有一些时刻，有一些状态，你只有自己知道，你不让别人知道，你只关起门来，你在接受那种可能压力大，不就是痛苦或是焦虑什么的。我觉得我是个大人，或者说我20几岁，我碰到这种状态，我都觉得很难过。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说，你那时候年纪很小然后你要提早那么多去承受这些，而且尤其又是我觉得10几岁的时候，青少年自我认同他还在摸索跟长大，还非常迷惘的一个混乱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碰到的这些打击，很多都会是加倍的。虽然我们说绿色植物，但是我想用花来讲，大家的花期不太一样，盛开的时间点也不同。对，不知道你还没丢席啦，对，还没丢席，没搞啊。对，就你生命当中会有你盛开的那个时机，就是可能时间还没有到，但这个必须要等到你有一天真的找到平衡了，你接受跟拥抱自己的全部好跟不好的地方，你会有勇气跟很坦然的觉得说，对啊，我就是这样，爱不爱随便你，我就是这样，那怎样？就那一天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发光的时候，你发光了，可以吃了。我好像真的不会把自己比喻成花，因为我清楚明白，我不想当那唯一的焦点。我想轻轻柔柔的，不争不抢的，稳稳的存在。轻轻柔柔的存在，也可以很有重量。